尤其喺壓力大嘅時候咧，暗瘡問題可能爆發得更加嚴重，所以食辣係要適可而止。最近香港天氣十分之潮濕，你有冇覺得最近好想食辣嘢呢？點解會咁樣嘅呢？原來潮濕天氣係同食辣有密切嘅關係嘅喎，唔單止口感嘅問題，仲同身體狀態息息相關。潮濕天氣真係會搞亂我哋嘅食慾啦，濕氣重嘅時候咧，會令我哋覺得冇胃口啦，食咗嘢都冇乜動力啊。但係一食辣嘢，情況就唔同晒啦。辛辣嘅食物可以刺激我哋嘅味蕾，令我哋提高翻個食慾，令你食得開心啲。仲有辣椒係會令到你排汗啦，幫你驅散體內嘅濕氣，感覺清爽咗好多啊！潮濕天氣仲可能令到腸胃菌失衡，食辣嘢就好似一個天然調節器，幫你維持腸道菌群嘅平衡，腸胃就自然會舒服啲啦。食辣嘢仲有啲咩好處呢？辣椒入面嘅辣椒素唔單止可以刺激你胃液嘅分泌，仲會幫助你消化食物啦。有啲研究甚至話辣椒素可以減輕肝臟嘅損傷，促進肝臟嘅細胞修復。如果你中意麻辣嘅話呢，花椒就啱晒你啦。佢有抗菌嘅效果，抑制腸胃入面嘅有害菌，保持腸道健康。花椒仲可以改善血液循環，幫助肝臟去排毒啊！雖然食辣嘢係十分之爽，食太多辛辣嘅嘢咧，會刺激你個皮脂腺嘅分泌，尤其喺壓力大嘅時候咧，暗瘡問題可能爆發得更加嚴重，所以食辣係要適可而止，唔好一時爽過龍搞爛咗塊面啦！如果覺得濕氣困擾住你，你可以揾中醫調理一下，又或者試下營養去做管理。今日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係咁先啦，拜拜！喂，一陣間去食麻辣咯喎。食邊間先？